报道。来看有一对姓吴的兄弟仔，讲因是天道明的成员，伫新北泸州开饭店，随后查到讲因找欠钱的民众做人头，甲租车业者拍长期的契约，做3台免路。不过，干那纳投期款都无搁纳钱，颠倒搁恐吓业者爱开钱，甲车买转去。专案即马是依照恐吓诈欺上班。你先坐着，你先坐着。警员入去厝内点开搜索，2名查甫人也搁戆神，赶紧穿衫。所有人拢互带回，原来因涉嫌犯下的白车恐吓爱情案件。疫情期间有些民众缺钱花用，借由这个人头呢，向这个租车公司去购买高价的租车的车辆，转给这个吴姓兄弟党。那这些兄弟党呢，再透过这个电话呢，向这些租赁公司要求低价买回。30岁姓吴的兄弟，家己讲是天道明同心会成员，有妨害自由定检区，互检警查出伫新北市泸州表明开饭店私底下找3位公司负责人，利用因有资金需求，要求做人头，向货运租车等业者分别租3台高级车，一摆签5年，支付头期款了后，都无要过还钱，恐吓对方吞入损失，还是提钱来买倒转去，拢总有8人落网，其中兄弟党洪基也禁见。那涉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、诈欺还有恐吓取财，将其中2名主要的犯嫌申请羁押禁见，查扣3台宾士车那3台宾士车的价值总计大概2100万元。这挂出租的车款全拢是高级车免路，3台总价超过2100万，八号藏伫5个某社区地下停车场。货运回应只提供1台。催收钱无下文，都惊法律封杀。目前车已经牵转来，专案也向恐吓、组织犯罪、诈欺所在等方向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